裕民坊及同仁街封閉後嘅公共運輸安排駕駛篇。為配合觀塘市中心2.0項目嘅地下管線改道工程，裕民坊及同仁街會於2026年6月28日凌晨0時正起封閉。以下係最新行車指引。如果要由觀塘道前往康寧道，首先沿觀塘道東行，經過油站後，直接左轉上康寧道，或者可沿觀塘道繼續直行，經過巴士站後，一直向前行。呢個路口唔可以左轉入同仁街，駕駛人士需要繼續向前行，駛至開源道迴旋處，由第一個出口駛出，左轉上協和街。協和街入口有臨時改道安排，駕駛人士請注意。協和街唔可以左轉入同仁街，沿協和街繼續直行，直行至物華街、協和街交界，左轉入物華街，沿物華街直行，駛到街尾嘅交通燈位，左轉往康寧道南行，或右轉往康寧道北行。為確保交通安全，請駕駛人士留意並遵從路面最新指示。